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本期視頻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科技界最激烈的恩怨故事——韓國三星電子和台灣半導體產業，尤其是全球芯片代工龍頭台積電 TSMC 之間的愛恨糾葛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，三星從一個家電小廠崛起，成為全球電子巨頭，而台灣則憑借台積電等企業掌控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芯片代工市場。這兩巨頭表面風平浪靜，背後卻是挖角、密、專利戰、技術追逐的硝煙四起。為什麼說這是恩怨糾紛？因為這裡有間諜般的貿易秘密盜取案，有滅台計劃的傳聞，還有客戶訂單的你爭我搶。今天我們來一一梳理這段芯片江湖的恩怨史。三星成立於1938年，早年做貿易，後來進軍家電和電子。1980年代，三星開始大力投資半導體，尤其是內存芯片 DRAM 和 NAND， 通過高薪挖角和逆向工程，迅速從日本企業手中搶市場。曾經，日本視三星為廉價仿冒者，但三星用實力反轉，成為內存芯片全球老大。另一邊，台灣的半導體故事從1987年台積電創立開始，創始人張忠謀發明了純代工模式，只幫別人做芯片，不自己設計產品，這讓台積電專注技術，迅速崛起。目前台積電市率超過 50%， 客戶包括蘋果、英偉達、高通，幾乎所有高端芯片都離不開它。三星呢？它是 Ip-Man 模式，既設計又製造自家芯片，如 Exynos 處理器，還做代工，但這也成了雙刃劍。客戶擔心把設計交給三星，會被抄襲或斷供。恩怨的高潮發生在2010年代，最著名的就是梁孟松事件。梁孟松是台積電前研發高管，2009年離職後，先去大學教書，後來跳槽到三星，成為系統 LSI 部門 CTO。台積電懷疑他帶走了28納米和更先進製程的秘密，幫助三星在14納米 FinFET 技術上追趕，甚至短暫領先。2011到2015年，台積電兩次起訴梁孟松，台灣法院最終判決梁孟松勿成立，必須離開三星到2015年底，不能再露台積電秘密。雖然三星沒被直接起訴，但外界認為三星從中獲益巨大。這案子讓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怒稱三星是可畏的對手。更有傳聞，三星內部有滅台計劃 Kill Taiwan， 目標是搶蘋果等大單，碾壓台灣半導體。2013年，台灣媒體大肆報導，稱三星低價槍單，挖角台灣人才。結果呢？蘋果 A9 處理器一度分單給三星14納米和台積電16納米，但台積電良率更高，之後蘋果全轉台積電。三星雖短暫領先，但客戶信任問題讓他在代工市場始終追不上台積電。除了密，還有這些恩怨：客戶搶奪戰，蘋果、高通、英偉達等大客戶。三星常以低價吸引，但因亦敵亦友，三星自己也買手機和芯片，很多人寧願選台積電。結果三星代工市率只有10%到20%，台積電超50%。技術節點大戰，三星曾宣稱3納米領先台積電，但良率問題嚴重，高通等客戶轉單台積電。三星的 GAA 晶體管技術大膽，但台積電的 FinFET 更穩定。目前台積電在2納米、3納米上領先，三星還在追趕。其他小糾紛：2013年，台灣公平會罰三星固水軍在論壇黑 HTC、Sony 等台灣品牌。2022年，有第三方專利公司告三星和台積電侵權，但沒大影響。地緣政治因素，美中芯片戰下，美國拉攏台韓，三星和台積電都去美國建廠，但台灣的龜盾
半導體重要性保護台灣讓三星眼紅。到現在2025年，恩怨還在繼續。三星投資巨額追2納米，拿下特斯拉大單，但台積電客戶更多，良率更高。近期還有台積電指控前員工2納米秘密，部分涉日本。三星也傳內部調查台灣內存銷售回購。三星的優勢，內存芯片霸主，全產業鏈。台積電的優勢，純代工，客戶信任，技術穩定。未來，三星喊2030年超台積電，但分析師多認為難。芯片戰越來越激烈，台韓合作對抗中國，但彼此競爭不會停。這恩怨不僅是企業戰，還是韓台科技實力的較量。你們覺得三星能翻盤嗎？還是台積電繼續霸主？歡迎評論區討論，點讚、訂閱，下期見更多科技恩怨故事。感謝觀看，本視頻基於公開歷史事件整理，如有遺漏歡迎補充。